聖經記着說，聖經記着說，光來到世間，世人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，不愛光，倒愛黑暗，定他們的罪就是在此。光來到世間，世人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，不愛光，倒愛黑暗，定他們的罪就是在此。約翰福音3章19節。約翰福音3章19節。